你有冇諗過會員管理系統要有咩功能，先可以方便你制定更具吸引力嘅會員獎賞計劃，幫你帶嚟新客之餘，又能夠留住熟客呢？ RetailArc 會員獎賞管理系統功能豐富，你可以自行靈活設定唔同會員制度同積分獎賞規則，輕鬆打造同經營屬於你嘅品牌專屬 App， 俾你嘅顧客可以直接喺會員 App 兌換電子 coupon， 享會員級別折扣、買嘢賺積分等專屬禮遇。配合管理後台提供即時數據分析，深入了解顧客行為，幫你制定更精準嘅營銷方向，提升會員黏着同忠誠度。吸引新客只係第一步，真正推動業務增長，需要建立長遠穩定嘅顧客關係。即刻用 RetailArc， 幫你喺極短時間內推出更具吸引力嘅會員獎賞計劃，鞏固同客戶嘅關係，提升客戶終身價值，令你盤生意長做長有。